针对家人协和电厂改建案，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坚持反对填海造地哦，伊嘛提出地方护海的公投。也毋过行政院是指出讲，填海造地毋是地方自治，所以撤销这个公投。小组佮提起诉愿，嘛互行政院驳回。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决定讲，要来提出行政诉讼，嘛强调讲中央无应该破坏宪政的体制，剥夺在地人民公投的权利。前期几多年的协和电厂改建案，台电缩小开发面积，甲填海造陆地地点选去嘉农市水产动植物保育区。不过，长期反对填海的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，也是认为安尼生做会破坏生态，进前发起地方性的护海公投。虽然市政府同意说互行政院撤销，小组的诉愿也互驳回，再起就来到行政院宣布，要搁再提出行政诉讼。公投主文涉及的是自治事项。我们当然就有权利可以提出地方性的一个公投，中央机关不应该破坏这样的一个宪政体制，来剥夺地方人民的宪法权利。环保团体指出，地方制度法19条规定，环境保护、农林渔牧、生态保育等等，拢算是地方自治的事项，呼吁中央唔通过度改拓地制法。公投代表人王胜之就指出，前后任嘉农市长李进勇、林佑昌，一个是伫咧中选会做主委，一个是内政部长，今后说甲地方公投要压落地。这两任的前基隆市市长共同在打压公投。宛如就割掉了基隆人发声的声带，更是在预告下一个阶段中央能源集权这件事情。不满中央认定这个案件牵涉到电政，无算是地方自治事项。团体代表要告行政院违反地方自治精神，断公投这条路，而且强调未来还会再等到4接5接，更较侪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案，欠缺转型正义的能源转，恐惊也会拖累到台湾的民主转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